中國7月初實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，外界也煩惱講，敢會影響到台灣和中國的交流。學者是認為講，中國的新法的標準若準無明確，民眾去到中國交流的風險就會變懸，甚至影響到學術、文教、民間之間的來往。劉偉輝就表示講，中國最近正在加強青年抑個教師的交流活動，將有可能是要影響這個少年輩的國家認同，提醒民眾要去中國進前，攏要先風險評估過。這幾年台灣跟中國的官方交流有較少，不過在文教、經濟等等，民間也是為了繼續交流。根據陸委會統計，2025年去中國的台灣人都有323.8萬的人次，但是中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了後，外界就煩惱敢會影響到兩國的交流。東海大學拜二嘛舉辦座談會來討論。所有反對統一的人呢，都會受到威脅，因都會較煩惱，因也是去大陸佚佗，去香港、去澳門，甚至跟中國較友好的國家，是不是會去互這部法律所影響到？挺過台灣單純這樣的一個區域或者一個國號這樣的一個說法，他們都有可能是被中共偵辦的對象。這也因為這樣的關係，所以他們有可能最後的選擇是不去中國了。學者表示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中國這幾年國家安全法制一部分。因認為，若中國新法的認定標準無明確，民眾可能因為驚有法律風險，減少學術、文教等等的民間交流。為了保護台灣人民安全，參與座談會陸委會官員嘛表示，政府未來透過預防保護、反制三方面來反制中國的新法。經過多次的跨部會的會議跟平台，也經過總統親自的裁示哦，我們未來將會從預防、保護、反制3個面向來強化我們對於這部法律的一個反制作為哦。陸委會表示，中國最近有舉辦真濟青年交流的活動，各查某青年的老師認為中共的上準青年族群是要影響因的國家認同。陸委會甲學者攏建議，民眾若要去中國交流，就要先了解相關的法令甲風險，避免犯到中國。記者吳正王志剛台北報道。